后来乡亲高雄做风台树仔倒一片，有民众伫寿山原兴市附近发现有不少台湾山猴困伫路边，困伫人行道，莫非是树仔倒了，高山无地困？专家讲毋是啦，是因为天气热，涂骹较凉爽。 树仔被扛喺风台的风雨，就安尼直接倒落。这是初三3度的风台扫过高雄的画面。寿山动物园内底的树仔，互大风吹到外高起出。那风台过了后，有人伫原兴市附近发现另外一款的受灾户。 台湾的高山真古水，困伫路边，有倒的嘛有靠伫栏杆，看起来是困甲真路面。民众看到真烦恼，上网po文讲，敢是因为树仔拢倒啊，狗才困伫涂骹。 本来睡在树上啊，那就没有地方可以睡，那所以睡在路边。栖息地没有受到伤害吗？有可能袂啊，我看迄条校你有空的是。安尼啊？嘿啊，伊当你啦，免烦恼啦。专家表示，因为最近天气烧热，狗拍伫涂骹会较凉，才会出现这款状况。民众会当放心，狗袂无位通困啦。猴子没有休息的地方，其实比较不会哈，他们还是会在周边活动。但是最近呢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，他有发现说，半夜的时候会有小货车会上去撒食物这样的状况，那有些猴子就会在路边等待。 登去的树枝顶甲袂疏散，怪手当咧现场清理倒去的树仔。高雄风灾了后，清理的树木是真济。工务局先甲清理好的部分钉伫男子相得路上的空地，现场袂输是树仔的木仔布。高雄市初估有2000多粒树仔倒去，敢若是风灾了后的3天内，环保局就已经清理树仔甲杂物大约1748栋。相关的单位大动员，就是希望会当量早甲倒去的树仔拢清理完，恢复使用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